TechCanto 第118集嚟啦！今日睇下 WhatsApp 網頁版終於可以打電話 ，AI 語音初創籌到大錢 ，HBO Max 加入垂直短片，同埋 4GB 顯示卡回歸。WhatsApp 網頁版而家都可以打電話啦。之前淨係手機同桌面版支援通話，而家網頁版都加入埋，同手機、桌面版一樣，支援屏幕共享同反應等功能。用戶開個瀏覽器就可以傾偈。唔使再裝應用程式，瀏覽器直接打電話，返工時間用嚟傾公事就方便好多。AI 語音初創 Fish Audio 籌到5000幾萬美元 ，Fish Audio 完成5200萬美元種子輪融資，用嚟開發俾創作者同企業用嘅 AI 語音模型。上年推出以嚟，已經有超過800萬人使用佢嘅開源或者託管版本。AI 語音呢條賽道，資金仍然不斷湧入 ，HBO Max 都要加入垂直短片陣營。華納兄弟探索公司計劃喺 HBO Max 加入垂直影片 feed， 幫用戶揾新嘢睇。而家 Netflix、Disney 等串流平台都開始試垂直格式，爭奪手機用戶嘅注意力。手機垂直睇片已經成為串流平台嘅新戰場。4GB 顯示卡返嚟啦！第一批配備 4GB 視訊記憶體嘅現代 GPU 已經出現。由於 RAM 價格同零件短缺推高硬件成本，廠商重新推出入門級 4GB 顯示卡，填補平價市場。RAM 加價，連顯示卡都要縮水慳成本。今日4條新聞都係同一個趨勢，科技公司諗盡辦法慳成本，搶用戶。好啦，今集先到呢度，大家有咩意見歡迎留言。我哋下次再見。